我哋嘅拳賽咧馬上開始。第一回合。第一回合完。跟住嚟緊呢一樣咧，會係有1分鐘嘅休息時間嘅，咁各位教練咧將會咧俾少少貼士啦，兩位拳手咧睇下嚟緊。第二個回合 ，round two。繼續，繼續，大家千祈唔好吝嗇你哋嘅歡呼聲同埋掌聲啊！俾多啲支持兩位啊！快去啦！仲彩冇時間啦，兩位有玩㗎！繼續，你哋跑住跑啊！繼續，你做乜伸手啊？伸手啊！停啦！繼續，係啊，繼續嚟啊！你打先啦，直開冇等啊！俾力啊！踢兩腳啊！好，繼續啊！你睇過啊，仲有電啊！啱啊，繼續！俾白哥。選手咧受傷嘅選手咧將會咧企喺另外一個嘅白角嗰度啦，大家見到咧一邊係紅角，一邊係藍角嘅，另外兩個白角啦，就係將選手咧需要休息啊，需要暫停嗰陣咧就會企喺度咧。比賽繼續。靜室，唔好理啊，係啊。第二個回合完。Final round，最後一個回合。啱啊，隻腳咩都好啊，唔好企喺度啊。係啊，繼續，繼續。停啦，隻腳要喐啊，停佢。等啊。
係啱啊，繼續好好啊，一集啊，攬住頂㗎，唔好嚟啊！繼續打啊！你又唔好埋佢啊，對佢一搭住就頂啊，隻手攬埋佢啊！哎呀，咁樣做咩？索住佢頂啊要！唔得，你隻手啊，搭住個頸就頂啊！繼續啊，繼續啊，有票啊佢！攬住條頸頂啊，隻佢唔係推開佢啊！繼續繼續，喂做乜停啊？點解啊？係啱啊，繼續。啲掌聲鼓勵啊，兩位好唔好啊？比賽結束。三位裁判都係一致嘅，南方城。南方城恭喜晒！恭喜晒！我哋點解兩張先啦？係啊，恭喜晒！